行政院長杜英泰將接見日本台灣親善協會訪問團，感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強調維護台灣和平，也有反對武力威脅的立場。另外，這期嘅參議長魏德ze佇咧2020年捌來台灣訪問，即馬6月初佢拍算要帶團來台灣，不過迄段時間，這期嘅總理有可能是要去中國來訪問，和外交嘅變數增加。Wash Taiwan人。第一日歡迎講華記專場的日委攏徛起來拍撲架，這期參議長魏德ze2020訪問台灣時陣的演說，大家學到解答字，讓了6檔，傳出魏德ze閣計劃要來到台灣，時間可能佇咧6月初。I think in times of growing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Czechia and Taiwan should really cooperate, support each other. 不過，這期嘅媒體報道，這期嘅總理巴比蘇當咧考慮要訪問中國，時間可能是甲魏德ze訪問台灣嘅時間同款，嘛增加外交布局嘅無確定性。目前捷克政府想要擴大他們對整個印太地區的關係，那這件事情並不表示捷克跟台灣兩國之間的關係會受到任何的破壞。Vizchil 要來台灣，就是非常清楚的證明捷克跟台灣的關係維持穩定。深化伙伴關係，行政院長杜英泰接見日本台灣親善協會訪問團，致辭的時陣嘛特別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佇真濟重要的場合講到台海和平穩定、反對武力威脅等等，表達感謝。希望台日雙方未來的經貿合作交流能夠更為熱烈，而且我們在體育交流方面也非常有成就。這一次我們都沒有能夠在 WBC 達到很好的成績，未來我們一起努力，再向世界體壇進軍。本來でありますと WBC におきましては引き分けが一番良かったんであ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ですね観戦されたことを國民よく注目しておりました。衛定會長嘛進一步表示，即馬國際局勢充滿無確定性，台灣佇咧自由、人權也個法治方面的表現，國際攏正肯定。伊嘛繼續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也個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等的國際組織。記者綜合報道。